嗰所以呢，娘娘呢就怪得人哈，也总干一只事哈，都嘛跟呢，say 哦喂。舞台上幽默介绍剧团名称，他是推广客家布袋戏的邱丰荣。我讲，长江基本人老辈啊吼，你睇所有嘅三山国王啊，那个文化节，哦啊。整出戏由一对爷孙带起，各角声音都由他一人负责。老大，马克思，你那个太小，马克我这个太小，我们刚有看过没啦？我讲你那盘的铁丝啦。布袋戏也能呈现各种民俗表演，活灵活现又逗趣，就连电音三太子都现身喽。不论是小朋友或者是大人，他们都有童心。客家文化需要传承，他们需要学客家文化，可是你必须去想他们想要什么，而不是他们需要什么。徒弟，你好，老爷。哎，妈妈有个东西啊。请问你这里有卖海绵宝宝吗？哦。懂得以活动手法表演，这可是邱丰荣10多年来慢慢学习到的。我们演戏呢，会由最平易的他们了解的东西切入，或者说我们演戏故意就是演我们会故意出锤，或者说故意拿着戏偶走下台去跟观众互动。其实愿意投入客家布袋戏的人不是很多，不止邱丰荣的老师，就连他的团员也几乎都不是客家人。但是他求新求变的精神令团员佩服，包括他自己做的道具，很多都会觉得让人家觉得说，哎，可以这样子哦，那效果又很好。从行李箱拿出一个个戏偶，都是邱丰荣的宝贝。为了让布袋戏加入客家精神，他甚至自己制作戏偶，花布就自己去迪化街买，好，然后自己去重新制作，因为传统布袋戏也不会有这种衣服。从兴趣到投入、推广、创新，现在更懂得如何以分享方式演出。身为客家子弟，邱丰荣要透过他最爱的布袋戏，传承客家文化。谢谢啊，什么安之 say 再见拜拜 ，Thank you 阿里亚多。邱丰荣的小皮箱装入布袋戏的精彩，承载客家文化的精髓。打开的瞬间，戏偶的舞动出神入化。让我惊艳于这感动时刻。